乡亲啊，过来讲这是1000年才拄到一届的机会哦。这礼拜五就是民国111年11月11号有7个节，代替来推出着永保安康的区间定卡的车票。这个票卡面顶年月日是7个节的年号。铁道迷认为，这代表7个一定。 像一定平安、一定健康、一定幸福，等等等等。再加上永康火车头限定版的心中唯一的纪念的灯印，拢互这个车票非常的特别。啊，这个车票今仔日开始卖咯。抢头香的是早暝倒来排队的一个青年，伊买20张，啊，讲上济嘛才会当买20张，讲要向建议15岁女朋友来求婚。 要未天光，台南永康车站外口都有真侪人咧排队，阁排超过100公尺，大家拢是为着买抢座。代替硬卡车票，这张票卡特别的所在，就伫天官有印永保安康，日期是民国111年10月11。因为有7个1的年号，互民众排队烧钱要来买。像这位妈妈前一天就对宜兰坐车落南，就是为着要买2000年这1张的车票。做护士，那我要给他们一个惊喜。我是翘班来的，1000年等一回，我们这辈子可能也没办法遇到了啦。 为着买到年号车票，未少民众半暝就来啊！因为票卡顶悬7个1，有人认为代表7个一定健康、一定平安等等。7个1的外音是7个1，嘛有好在运的意思。车票买煞，搁爱登坐永康站限定版心中唯一的纪念印啊！人真多，嘛互代替人员有够无用。这个回家睡觉都是酸到手臂啊！人潮蛮多的啦。 还100多个。代替7个1的联合车票，连卖4天，卖到11号为止。一摆限量会当买20张，大港限量12500张。民众若是想要收藏，就要把握机会；若是想要搁等到1的联合，就要等到2000年以后。